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0，诗篇142篇60安尼讲：求你压耳孔，听我的求救，因为我落到极低的位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三甲来祈祷，压耳孔听阮求救，救阮脱离困逼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顶牌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专心所倚靠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，小使阮对你来的快乐甲活命，互阮伫环境的困难中，靠着你的帮助，通赢过一切的艰难甲挑战。互阮伫困境中无灰心失志，因为你是全能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伫对敌攻击阮的时，求你互阮坚定来倚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压耳孔听阮的求救，因为阮落伫极低的位，求你救阮脱离困逼阮的人，因为因比阮较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